台南为了见证王城将盖满400栋的岁月风华，除了政府推出一系列活动来宣传，并且嘛共同构想为拍头阵的台湾灯会尽一份心力。其中古堡有贩子公司就想出方安平古堡建立一座安定古堡，顶座外观除了结合台南400元素来设计，嘛用于企业的特色包装，并且依照时节来变换。29号启动以后，成为安定一大代表性地标，尤其是暗时5花杂色，相当美丽醒目。我这逐栋有哪拢有外观起来嘛？因为阮这个较草地，咱甲咱台南400年做一个地标伫遮，咱游客来当来参观，咱用时会佫会倒来真水安尼。安平吼，诶古堡徛在遮呢，无安平，咱上侪人会当来咱安定佚佗，会当带翕相安尼。为了迎接400年跟台南灯会我们王董事长非常的用心，打造了这一座比较迷你版的安定古堡，也把它相关的优质的产品都在这4周把它服贴上去。那明年也就是一个台南的观光年那启动这个台南市百集台湾灯会那要迎接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到台南来游玩。那也欢迎到我们安定，那来安定一定要来安定古堡。迎接台南400，现在安定除了加一座古堡造型，也正嘛设计3款黄金精油泽限量推出，相当喜气吸引人。咱市政府都用3个颜色，一个是迄个武庙红蓝晒图蓝，甲迄个凤凰紫。咱想甲即个物件做一寡周边产品，一寡迄个外来游客咱台南嘛会当，就是讲甲即个物件要做当一个纪念品安尼，当一个纪念品就是用黄金罩咱就用金箔就甲做表面安尼规定，嘛当洗，毋要囥办公室，佫继续好看呢。古堡黄白纸对传统的农业成功拼出品牌行销，并进军国际市场。同时，每一档的春节都要特别回馈消费者，买电视、小汽车、公仔、古钱等珍贵的收藏，对外免费参观。而今年佫加了安定古堡成功制作话题。今日新闻军事采访报道。